卫福部青沙公布，国内中部新增加一个本土的麻疹个案，是一个30多岁的查甫人。伊伫去年12月28就互人列做接触者，落尾也出现疑似麻疹的症头。但是伊顶个月27到这个月，煞到高雄看表演、搁旅游，原来迄天已经出麻，搁四界拍走。因为无遵守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，高雄市卫生局会开罚上济30万。餐厅内底工作人员无因备料，高雄出现本土麻疹患者的足迹。30几岁来自中部的确诊者，青沙县公布确诊，但伊去年12月27捌落南到高雄住，伊爸下晡去为母爷看表演了，搁去新城区一间餐厅食饭，迄天暗时转去中部。应该就是要待在规定的范围内，对，以免就是又感染这样。根据了解，确诊者去年12月22日伫中部一间病院陪病，27到高雄带到二爸暗时，二爸迄天因为共占病房，个案确诊麻疹，伊互列做接触者，并伫29出现发烧、畏寒的症状。30就医了后，煞搁伫31走去高雄找朋友，找伊出诊了后继续拍走，找伊才紧急就医。足迹出现伫高铁这温甲真济所在。与确诊者接触后，大约10到12天会出现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、鼻炎等症状，平均大概14天会出现症状。他问我有没有戴口罩，我说我一定戴口罩，但是他说对方没有戴口罩，那至少我有口罩保护我了。然后卫生局就是下午请我再去打疫苗。卫生局考起接触者185人，无辜受牵连，互店家感觉真无奈。针对确诊者无遵守自我健康管理，卫生局会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上悬30万。因为麻疹出诊前后4天的传染力强，会透过空气、喙烂等传染。卫生局嘛提醒，若出现疑似的症状，要做好防护并赶紧就医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